当来到咱台湾，财政部按照新版的财委会公式来计算，明年度统筹分配款拢总8840多亿，是比今年增加要9成。这个数字是有史以来上介济。不过呢，有10个县市分配到的这个金额是比预期的搁较少。好，这就让地方真不满。行政院表示讲，新版的财委会这个公式有矛盾。目前有超过300亿，就算中央想要交予地方，嘛无法度来分配，这就要重新来修法。院长杜英台就讲，会邀请县市的首长来讨论，来解决问题。大吉大利！行政院长杜英台3早出席婚林当地开工典礼，各界关注明年的统筹分配款。财政部照新版的财委会公式计算，总额8840.9亿，比今年加码9成。却出现有10个县市得到的金额比70个月较少，引发地方政府反弹。这期中央有变什么网？婚林院长张丽仙葛当面向杜英台道。要扣我27亿呢？啊，不会哈！哎，你们都看到，院长说不会。所有这些水闸门，所有这些抽水站哈，还有我们的疏浚，从我上任的时候，大概不到4亿的维护管理的费用，但是现在要编到8亿。财政纪律好的，我们可以让它维持目前的优势；财政纪律比较差一点的，我们要加大力道把它提升上来。杜英台坦白讲，新版财委会计算公式有争差，会招各县市首长检讨中央甲地方的事权分配，解决问题。明年的统筹分配款，六都的部分，台北市增加到1149.24亿，全台湾上济；新北市957.68亿，台中市741.04亿，台南市496.7亿。高雄市757.8亿，桃园市652.85亿。财政局已经清楚地指出，是中央坚持用损害地方的公式，导致统筹款没有全部分给地方政府，连江县因此获配短少。然而，中央却拿台北进行错误的类比，模糊焦点。不是六都的部分，包含基隆市、花莲县、新竹县、彰化县、嘉义县市，还有平湖、金门、马祖3个外岛得到的总额拢比按算的较少。连江县是唯一无增加颠倒减少的县市，财政部甲伊填补来贴争差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分配指标无考虑土地面积、市政、产业外部的成本，扩大南北争差。台北已经有一块比较大的饼这个。肥肉都已经这个到手，然后这个其他的包括一般补助跟计划性补助，那又要咬一口，这样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。针对统筹分配款创下历史上悬，却引发各项的争议。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，新的财委会公式有问题，地数有超过300亿，无法度分配，需要重新修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